始啦。第二個演出咧係由今日嘅音樂領導陳小龍師傅，佢係兼今日嘅活動籌委啦，同埋黃麗珍小姐咧去合唱嘅。咁陳師傅咧其實係一個好資深嘅粵曲音樂領導啦，同時咧佢亦都有教一啲嘅粵曲班嘅，但係咧佢從來都未公開演出過嘅喎。不過為咗今次嘅意義咧，佢第一次開腔啦。咁而黃麗珍小姐咧，亦都係今日義演發起人嘅義演嘅發起人啦，同埋佢係今日嘅大會統籌。其實咧，佢學唱粵曲咧，只係2年幾嘅時間嘅啫。為咗今次嘅善事咧，咁佢今日咧亦都係首次粉墨登場。咁呢對師徒組合咧，今日合唱嘅歌曲咧係《文姬歸漢》，故事咧係講述喺東漢時期，蔡文姬咧喺戰亂裏面被困於係番邦啦，但係咧佢獲得咗胡王嘅眷顧，得以咧去建立一個美滿嘅家庭。可惜咧就突然之間俾漢家咧去召回，咁就同阿胡王咧就難續前緣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將個舞台就交俾陳小龍師傅同埋黃麗芬小姐，可惜。
號經傳令我滿胸惆悵何忍分飛亂風怎奈玉環無方但這輕得接待和命十海恩情隨水中來了，大王請坐。文姬呢座。大王，睇你神思說不落，似有愁緒腹中藏。大王，夫妻本似了同林，好怕好景不常難依傍。說我不明言中意，重情否辦又何妨？是否邊疆又是棄兵用？文姬唔係啊，唔係，望色而斷，靠直講。文姬。勤則受良相看，物與無言，情參錯，凄厲溫又熟得，而且仲性太熱亮。你有感受才華，人間看此生可幸得此美。妻啊！
在乎地時光，問你叫你心情。是否歡暢？十載風孩亂，情深如海洋，君王情意總難忘。猶記只言未巢，心像夢。關心遠隔，我念爹娘。今日綠葉成蔭，多歡暢。我問基何幸，得長過問基可入漢朝，一版采風還巢，咁你就如何發放啊？大王，生前終有思鄉之念，到底亦不忍別胡邦。文經，王再問你一句，乜嘢呢？比如私情公義，兩者孰重孰輕，素讓你有個人嘅才幹啊！咁啊！大王，私情豈及公義重？哦，先忠後孝，如非狂。如此說，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緣盡之期嘅文經。點解呢，大王？理有天啊！因漢帝特命欽差張子光，金銀馬路賜孤王，屬你送出歸漢全民看。強屬妻來京王，若是嬌妻從此回大漢，關山阻隔欲見艱難，苦怨長
釋懷，念成凄愴。願念天邊雲中啊，卻使我熱淚連羅上，我心傷藏，幽怨很難上。問幾啊，你讓孤狼細把文機看。恨海難填，孤王如馬上提師，與漢邦對抗。大王，倘若為臣妾而將生靈塗炭，我亦苦心難安。皇家戰死沙場，也不認你峨眉威漢啊！不容易事。還須見大王，請問臣妾何日返漢邦呢？文姬今日便要起程啊！文姬，今日便要起程啊！文姬呀！今日咪別太匆匆，今生緣已盡，前情如夢去茫茫，彷彿刀刺我心間，童年清照別離愁，接不嫁嘅香淚，準備迎鳳凰。關山遠隔萬千重，誰問蕭郎成陌的路，將心同遊，只得淚千行。試問憑誰教導小王兒，聽喚舞哀啼聲參創。啊
便愁未盡放，跟我唱。這禮金花為民，才海與山河，永我知看是居家臨門，足之娘娘會幫就到啊！全姑口意，稍後片時。遵命。大王，啊！轉眼天南地北，後會無期，往言年幼。望大王你時時挑議，你要自家珍重至好啊！話了文機此際空斷長相看，依你別離此後留台，未見前影疏妝，偏偏朝朝盼我。號角聲催人奏道，恨無一語為王啊！依色業會無期，你快與妻啊！輕絲問罪，大王臣妾不能不去啊！文姬，等我送你一程啊！必是容易。天是迷茫，緣盡今生，難再同悔薄。情緣難再續，此將自我淚念問既
憶魂記此去空留恨。呢情夜手空放，父子相對淚千河。是悲傷，苦斷腸，情與心事，生與傷。幾回心碎，意如狂，父子憑欄望看光。明月道光，看知復康樂。每當銀看雨華雨，一點靈犀也同樣娘娘居下異動，請上香居。此時一別回望望，我含淚怕回頭，步上香居回望。文姬，你要珍重啊！起程。香居已在文姬去，綿綿此恨比天長。